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冠病毒冲击到各大产业，像这个客停车，即摆就无啥人加坐，生意加真歹。台湾中油公司配合交通部协助纾困方案，为后个月开始，每个月补贴到客停车油钱2000块，都为今仔日开始来申请。加上今仔日国内的油价调降3块8，是有史以来降上最一届，所以一透早都真侪客停车司机到加油站排队要来加油。看到油表你跳，这个稳健的心嘛对你跳，加在今仔日会使较安心的，因为受到国际油价落价，国内汽油每粒计销落3块8，像这个机动车的司机加60粒，安尼今仔日就会使省228块，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嘛是拢再无人去。客人少了多少？不到1/3吧，有时候绕2个小时也没有客人。机动车生理歹，中油配合交通部协助纾困的方案，3月10日开始受理机动车业者油料补贴的申请。从4月1号开始到为期6个月到9月，那每个月有2000元的一个油料的补助款。为4月开始，每个月都会加2000块的加油津贴，对运将来讲有比无较好。起码比之前好啊，不无少补啦。虽然讲有补贴，就惊讲疫情一直拢无退，安尼影响到机动车的生意。